大家好，猫之谜第2季正片完结啦！好的，接下来我们用意念接收一下观众的弹幕留言。第3季什么时候播出？那么会不会有第3季呢？有还是没有呢？请看这里。甲方爸爸在哪里？清楚看看我们。来，普洱，你也说一下，应该很有效果。好，各位金主，投资我应该是很不错的选择。好，让我们再意念读取一下弹幕留言。漫画什么时候更新？刚才是播放事故吗？应该是。那我们来读取下一条吧。龙井怎么不说话？龙井，因为我现在身体情况不是很好，按道理现在我应该是昏迷的。如果第3季有投资的话，我就会醒来了吧？普洱，你在摇什么？是沙锤。没错。而且如果第3季获得投资的话，那么那边那位一直走个不停的角色就会正式登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带来了一些关于番外特别篇的情报。特别篇共11集。这个犬之名听起来很有趣呢。那么至于定档时间，就让我们先休息一段时间吧。不会很久的，很快就会回来哦。那么我们盛夏再见，大家再见。再见。